继续来看民进党的蔡赖配是毋是会成立？江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是这段期间努力咧促成着蔡赖配的推手，也毋过陈菊今仔日否认，讲因两个人愈自然愈好。啊，若赖清德本人，伊无讲着蔡赖配，颠倒是先来宣布讲，伊会来担任着立委参选人赖品如的竞选主委。 行政院将议长赖清德转台走透头补选，是毋是为着后礼拜四宣布蔡赖配？伊并无正面回答，先宣布承担立委参选人赖品如团队内面的重要职务。他选的选区刚好是我出生地啊，换句话说，他未来会成为我们的立委。我过去在立法院跟赖静玲就是共同在合作问政他希望我能够担任他的竞选总部的主委。 地方选举需要大咖来助阵，总统选举更加必要。总统秘书长陈菊被点名接任蔡赖配竞争主委。4年前我是主委，那对我来讲，我是认为，我是很助选员，这个是很确定。 不止助选也传出蔡赖当顺利行出初选离婚团结，是陈菊出手，伫9月下旬协调。是总统的幕僚第二个赖院长是我的兄弟。 那我觉得我对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的熟悉亲切，越自然越好嘛。大家都觉得他们作为台湾很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要了解团结合作是他们的责任。再来就看正式宣布蔡赖配，迄天两个人安怎自然的团结，鼓励支持者的士气。